今仔6月7日是聯合國的世界環境日，早氣候環保團體就指出講，全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，天災是愈來愈嚴重哦。天氣即馬是愈來愈熱，嘛已經影響到大家的生活咯。所以呼籲各界應該要趕緊來提出行動，替地球降溫。世界環境日，地球錯拍。10個環保團體甲代表地球的腳球壓懸懸，各出幾若張懸溫警示的紅牌，因為全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，天氣愈來愈熱，大傷害的問題也愈來愈嚴重。萬華是最近台北上熱的所在，這幾年攏是，阮有發現講，即馬5月氣溫已經超過38度啊，毋過暗時嘛是過33度，就是講這個現象佇咱的生活內底一直攏存在。啊，5月的時陣嘛，已經有300外個人因為迄個上熱送去病院，啊嘛有人因為安尼死佇伊的田內底。環保團體指出，氣候變遷的議題應該要對個人的生活習慣、家庭的環境改造、都市的交通規劃，甚至要對國家的能源政策做整體的檢討甲改變。台灣我們現在正身處於所謂的雙重危機當中，一方面是因為荷姆斯海峽封鎖所造成的能源危機，台灣幾乎是在這個能源危機裡面的最前線。第二個危機就是我們所謂的高溫危機，就是暖化所造成的高溫危機。今年度世界氣象組織已經發出警訊，說今年度的聖嬰現象會非常強烈，所以今年度的那個夏季的高溫來講的話，可能就會在屢創新高，提醒了台灣政府必須要有更多積極的一些因應作為。6月7日是聯合國定的世界環境日，國內環保團體也宣布，台灣氣候行動週正式起稿，有規劃超過20場的論壇、講座，幫社會共同參與，做伙採取更加積極的環保行動。記者歸由記者桂林台北報道。